阳矿山5福2路一间超商，互人抢，这个嫌疑犯手夹槟榔刀啊，拢入去超商大声喊手夹，要求查某店员摕现金5000块出来。也毋过，这个查某店员嘛毋是怠慢之工，伊的反应真紧，骹手嘛真猛，随甲收钱机的电切掉。这个嫌疑犯无摕到钱，雄雄公公走离开，走一时嘛无法度走一时，警察无偌久，随掠到人。 查甫人骑机车入去巷仔内出来时阵，煞变作行路的，穿的衫嘛换做一领乌衫，挑工安尼做，就是因为伊暗算要去附近的超商抢劫。犯案用的家私就是这支刀。查甫人走入去超商，对查某店员喊一声抢劫，要求对方给伊5000块。毋过店员反应真紧，随甲收银机断电，嫌犯无抢到钱，尾啊，就赶紧走。警察来，我跟你问讲，有啥物代志啊？啊，伊讲抢劫啊，啊，因为监视器。 叫我看看，啊！你给我走过，你走过对。代志发生伫高雄市5福2路的一间超商，迄当阵店内有别个人客，嫌犯先假影买一副牌仔，等到人客拢离开了后，才甲牌仔内底刀仔拿出来抢劫。跟店员讲说，你交付财物报警没关系，那店员他就过去将收音机关掉，然后告诉他说没有钱。发现警方伫调查，嫌犯知影家己走袂去，就出面自首。伊讲因为无头路无钱才会犯案，好佳在迄当阵无伤害查某店员，虽讲尾啊无抢到钱，毋过也是互以上法办记者综合报道。